现代第一版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，着谨慎，毋通为着要互人看，才故意伫人的面前展恁的敬虔，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。所以你真济的时，毋通先分喇叭拨人知，亲像假好的人伫会堂甲街路安尼做，爱互人学乐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啦。你真济的时，毋通互你的倒手在正手的所做，互你通点点真济，点点得看会你的爸会甲你报赏。恁祈祷的时，毋通亲像假好的人，因为因爱互人看，故意徛伫会堂也是路口祈祷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到报赏啦。你祈祷的时，着入去房间内关门，对你点点得看的爸求，安尼点点得看的你的爸会甲你报赏。恁祈祷的时，毋通亲像外邦人讲了搁讲，因为因想讲较济话，上帝才会听见。恁毋通甲因相款，因为还未求以前，恁的爸已经知恁的需要，所以恁着安尼祈祷：阮的天父，愿你的圣名受尊重，愿你施行主权，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，亲像伫天顶。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，救阮脱离迄个小者。恁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；恁若无赦免人，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。恁禁食的时，毋通亲像假好的人，忧头甲面，因为因故意互面歹看，爱互人看出因得禁食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到报赏啦。你禁食的时，头毛着抹油，面着洗，互人看袂出你得禁食，只有互点点得看的爸看见。安尼点点得看的你的爸会甲你报赏。毋通为着家己即阵财宝伫地上，伫遮有通加为新鲜，插在乌空头体；着为着家己即阵财宝伫天顶，伫遐无通加袂新鲜，无插乌空头体。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，你的心嘛会伫遐。目睭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灰，规身躯就黑暗。安尼，你内面的光若变做暗，这黑暗是偌尔严重。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，伊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，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。恁袂当同时服侍上帝，搁服侍钱财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得操烦，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得操烦。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，身躯敢毋是比衣服较重要。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作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，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。
恁减无比因较贵重。恁敢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？恁若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？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伫大丛，因无劳苦，嘛无纺织。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伊穿的衫，都无比遮个花的一蕊搁较水。山野的花草今仔日伫活，明仔载互人迄落火炉，上帝就安尼甲因糟蹋，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，恁哪遮尔无信心？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我要食什么，还是我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？这个拢是外邦人伫追求的。恁的天父知，这个拢是恁所需要的，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，这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，明仔载的代志，明仔载才操烦，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